上嚟睇睇。喂？喂咯，係我是第一招特殊電話開放單位噶，請問你最近是唔是當係盲電話買護珠病咧？是啊。哦，其實你已經是連續10日當個買隻護珠病，其實你直車清買隻紅點。係啊。啊，其實水晶嘅護珠病是袂得㗎，只要你直車買隻紅，其實唔會車落嚟下個優惠，其實係過無花嘅啦。唔會鬧我就認啲。所以也奇怪啦。其實你睇下冇其實，如果你喜歡愛物件咧，你直車成日買有做，然後成優惠冇啦，其實係更值得嘅有錢啲嘅，你好冇咧？買呢我諗你係個優惠。所以怪啦。喂？係啦，我是第一招特殊電話開放單位。啊啦。應該是回放就係問誒呢個體驗啊。請問你呢度買嘅護珠病燒碟吧？燒碟。是當你這個下面嘅咩搞快遞啊，快遞員一直你到無直送快遞，3日上直車啊，只我個優惠冇白嗨哦。哦，迄陣唔理我兩個我就解快遞公司。我就是係自己快遞員啊，問你就一樣係加落賣護珠餅，我肯定賣就是因為恁家己嘅快遞公司合作。迄個不過3日上直車，我以後就3日做直車就好了。怪怪。你唔是喺北亞快遞鄉嘛？咦，少咗你打啲，我試學寫白嘢啊。哦，那就是你家說嚟個寫糊。真是㗎？就是，你寫冇隻物件，你直車成跑啦，然後我直接甲你發一件，你就請我甲伊快遞公司交代，大家日點送，就最好。這下。喂啦，第一招特殊店。喂啦嗬，我是去做直接買隻紅葫蘆餅。好啦，我查啲啊，呢度以快遞直接有送，你想你甲快遞應該是插我陪嘛喎？賣不要啲啊，你搞我頭頭本來訂到後邊促銷啊噃。咩事啊你啊？快遞兄先直接來啊，是睇你點到幫我頭我寄快遞，有個差點就哭個能多啊。我知。